呢卷山水長卷以延綿不盡嘅氣勢，描繪四季景物同人物活動。畫卷開頭以城外嘅村落開始，將觀者引向春雨綿綿、煙雲繚繞嘅春日景象。可以見到行人喺雨中擔遮過橋。喺夏天嗰段，高簡用比較明亮嘅石青同石綠色描繪夏天鬱蔥嘅高山。陡峰嘅高樹下面有避暑嘅瓦舍，屋主同客人正喺躺室裏面唞涼同欣賞荷花。隨住卷軸嘅展開，青蔥嘅高山喺高簡筆下添上咗少少赭石色，綠葉轉黃，一片秋高氣爽。呢段山體充斥住畫面，見到啲商旅翻山越嶺，大山裏面嘅小人物喺依崖而建嘅險阻棧道上面趕路，更加顯得路途艱辛險峻。轉眼間秋去冬來，映入眼簾嘅係落木蕭蕭、大地初雪、急景殘年嘅景況。岸邊渡頭嘅工人、行商、車船、旅客正係忙緊趕運、卸貨，好似要趕住返屋企過年咁。尾段濃冬苦寒，白雪皚皚，城內城外人跡罕至，萬籟俱寂。成件作品變化自然，令觀者不自覺咁感受四季嘅轉移，對自然嘅感觸油然而生。